也第4届全国象棋公开赛4月要伫咧云林高溪棋盘村来举办，即阵当地学生囡仔办做棋理来对战，摕比赛到宣传。好，红方先走，炮2平5。 小学生化作真人象棋，分做红白两边阵营，隔着楚河汉界对立，听老师的指令，双方依照象棋规则行，也是跳伫棋盘刷叮当，一旦互吃掉就爱离场。把这鸡鸡，哎，对，吃掉嘛。啊，吃掉了，对，吃掉黑马。 云林县高溪乡有棋盘村乡公所甲当地社区发展协会举办全国象棋公开赛，今年进入第4届，得到政府补助甲基层高小，伫地面画设棋盘，由学生化作象棋下棋，为比赛宣传，邀请全国选手同齐到棋盘村来论棋。象棋呢，它是一个非常正面的益智休闲活动。我本身是住在棋盘村，也是旗山国小毕业，所以我已经到旗山国小往下扎根，积极的。 推广象棋活动已经蛮多年了。觉得象棋其实它是一个益智的一个训练，脑力的训练，然后也让孩子不要再看手机，也含脑的方式。下棋就来找棋盘嘛，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推广。 师生拢真会象棋，最后这场真人象棋由红棋胜出。乡公所拍出要下棋，就来找棋盘的宣传口号。全国象棋公开赛有计4月12日举行，以棋会友也带动当地文化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